Just Delay，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22号，公元2017年11月10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创造世界和平取决于年轻一代。尊者指出，我们的选择就是做朋友，并肩同行。斯詹罗萨森格表示，西藏河流对印度东北部和孟加拉国的前景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众议院提交有关西藏问题决议案。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代表出席斯里兰卡第7届世界佛教峰会。2017年西藏国际研讨会在台北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1月4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参加了由印度坎纳丹塔协会在达兰萨拉印度地方政府高等学院内举行的科学、宗教与世界和平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属于21世纪的新一代人必须更加认真思考，不要像20世纪那样再次出现社会混乱和痛苦。尊者进一步阐述道，我们有责任消除这些人为的苦难。根据科学发现，人的本性是善良的。逻辑上说，我们是社会动物，即使像大象和其他动物，它们也存在着有限的利他意识，我们必须学习它。尊者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做出努力，从现在开始，能够对现代教育与古印度心理学知识的相互结合，相信在本世纪内，我们将会迎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和平与同情的世界。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于11月6号至7号在达兰萨拉行宫接见了来自叙利亚、缅甸以及尼日利亚等饱受战火蹂躏国家的25名青年活动人士，并共同讨论将如何解决暴力冲突问题。尊者在接见这些活动人士时表示，虽然男女都是平等的，但是女性拥有更深的同情心，她们作为领导，为世界和平能做出更多贡献。尊者还强调，内心的平静是促进和平的关键。麻烦不是人手中的武器制造出来的，而是由人的愤怒和破坏性等负面情绪制造了这些麻烦。So then logically, if we make some effort with vision, certainly we can reduce suffering which we human beings created. 接下来，请看第3则消息。11月3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森格参加了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古瓦哈蒂举行的2017年拉宾德拉纳巴库尔第5届纪念会，并发表演讲。司政罗萨森格在演讲中提到，由于西藏作为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的独特地理地位，成为世界生态的重要一环，尤其对印度的东北部地区至关重要。司政还表示，西藏高原对世界的生态至关重要，因为西藏是亚洲10大河流主要发源地。司政怀疑中国可能会试图垄断西藏的水资源，这可能导致印度东北部和孟加拉国等下游国家的淡水资源引发严重短缺。司政表示，由于中国也缺乏淡水，可能被迫将西藏的河流改到北部干旱地区。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9%，但淡水资源只有世界淡水资源的12%，因此他们可能会改到西藏的河流来解决中国人的饮水问题，这已成为事实。司政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对西藏人民发声，让西藏人民保持对青藏高原的自由管理。他说，西藏人民在佛教熏陶下千百年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对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极大贡献。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1月3号开始对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及菲律宾等5国进行了访问，并
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东盟组织峰会期间，商讨有关地区间的贸易关系。本月4号，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提交了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案，呼吁特朗普政府将西藏问题置于美中关系的重要方面，全面落实美国西藏政策法，并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国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进行对话，促进在美国的藏人及包括美国人民进入西藏。与此同时，由斯里兰卡政府组织、日本嫩布书佛教协会举办的第7届世界佛教峰会于11月2号在斯里兰卡举行。全球47个国家的佛教领袖、世界各地佛教组织和佛教中心的代表等出席了会议。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代表戴洛仁波切介绍了佛教是如何从印度传入西藏，再传到蒙古和俄罗斯的历程，以及在中国统治下藏传佛教面临的危机等状况。戴洛仁波切表示，在西藏许多佛教寺院和僧人被剥夺了传播和学习佛法的权利。近年来，许多寺院和寺庙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严厉打击。因此，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基本人权都遭到共产主义践踏的西藏人民。全世界所有的佛教金刚兄弟姐妹们要和西藏人站在一起，为西藏人民祈祷，祈愿西藏在不久的将来恢复自由。此外，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的指导下，由台湾西藏福利协会和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等多个团体联合举办的2017年西藏国际研讨会，于11月4号在台湾台北市的国家纪念馆召开。此次会议主题为寻找共同点，从台湾经验探讨藏汉民族问题。与会的各界人士深入探讨了在中共独裁统治下如何推动未来中国走向民主化等问题。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夏琳达珍、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以及香港华人民主书院校长郑宇硕等来自美国、英国、香港、印度和台湾地区的学者和专家等共50多人出席了该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夏琳达珍在会上发言时，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的550战略规划，指出这一战略规划是由西藏人民在未来5年内以藏汉互利的中间道路政策为基础，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并在未来50年内制定可持续发展西藏各项事业的长远规划。纽约城市大学夏明教授在演讲时把西藏比喻成高山和河流来解读西藏问题。夏明教授表示，流亡西藏社区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流，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了西藏的山脉，但仍然与自己的家园保持着联系，继续走向西藏。夏明教授指出，无论是香港、台湾、新疆还是西藏，需要像河流般的汇合在一起，这样不仅为中国人，也为藏人、维吾尔人、台湾人以及香港人民都能够制造出一个强大的新的未来。随后，与会的多位专家和学者以西藏、新疆、香港、台湾和中国的人权等各种问题进行了演讲。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